兩大巨星美斯、C 朗嘅專訪，而 C 朗喺採訪當中亦都係直言到曼聯係缺乏青訓嘅傳承體系啊！不跌提到啦，當時畢特同埋碧咸等等92班黃金一代嘅對比，而 C 朗當時亦都提出咗復興嘅建議啊，強調係需要智慧嘅管理層重建俱樂部嘅架構，期待喺短期之內睇到變革。而 C 朗表示亦都仍有追蹤曼聯嘅每場比賽，對於老東家亦都保持住有深厚嘅情感啊！而另外咧 ，C 朗對於世界盃嘅睇法啦。C 朗亦都表示贏得世界盃並唔係佢嘅夢想，而世界盃冠軍亦都冇辦法定義到歷史最好嘅球員啦。因為通過一項只需要踢6-7場嘅比賽就可以贏低嘅賽事嚟講啦，咁樣係唔公平嘅。而當時啲主持人亦都係提到過啦，朗尼話美斯比你更加出色，你會點睇呢？而 C 朗當時都回應啦，美斯係咪真係比我更加好呢？我唔認同咁嘅睇法啦，我唔想只係為咗謙虛而咁樣講。當時美斯亦都喺最新嘅採訪當中亦都表示到啦，作為一名球員啦，我認為贏得世界盃亦都係最終極嘅目標啊，同喺 BB 出世嘅時候咧係咁一樣開心啊嚇！佢亦都提到過咧，世界盃之後咧別無所求噶啦，並且認為咧此時亦都係獲得咗俱樂部同埋個人嘅榮譽，唯有世界盃嘅獎盃令到職業生涯能夠圓滿啊！而另外咧，美斯亦都為咧美國大聯盟 MLS 嘅發展提出咗建議，主張取消隱瞞嘅限制，允許球隊自由簽約球員，亦都提升聯賽競爭力。最後咧，美斯亦都認為咧天賦同埋努力係並存，感謝上帝賦予嘅天賦，但亦都係強調咗自身付出嘅犧牲。佢亦都提到過啦，喺年長之後會更加注重翻享受足球，而唔係話單純追求勝利。